仔日的工作，讲到的题目是成功的国王失败了的人病，咱请张学章牧师。请咱同心来祈祷。主的主，感谢你，阮伫即个早起时因为有你的恩典，所以阮当顺利来甲你面头前来敬拜你。今仔日是圣经学院的主日，愿主你，愿每一个人会当纪念即个日，真正愿为着即个日来奉献关心。阮安尼祈祷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这个平安。平安。我伫读新人以前是体育的啦我较早读体育的时阵，有一项专长就是幼儿体育。我遮大汉的人，迄个细汉的囡仔，规工咧耍。一个气囡仔夹规身躯呢我一摆上济我算10个囡仔夹咧我的身躯囡仔看到我的表情，拢真欢喜我就想讲，我呢生到敢肯是古锥安尼囡仔看到我拢肯是幸运安尼有一摆就带去动物园阮较早是玉山动物园玉山去的时阵。小朋友就排队安尼排队。到一个若是囡仔拢冲过啦安尼我看长臂猿啦长臂猿囡仔看到迄长臂猿，我袂使危险，怎走头前来动咧安尼我看到囡仔看到长臂猿的表情可能是伫看到我的表情拢同款。真侪人认为讲，台北是以色列王中间上伟大的君王，圣经嘛称伊做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历史我认捌是个人倾向将台北甲正面的形象来连接，因此可能产生一种的假设，对台北应该是好的老爸。但是若详细读圣经，咱不得不承认，台北无算是一个好老爸。伊甲子女的相处的关系顶缘，犯了真侪错误，甚至是不应该犯的错误，使得这个家族不但经历关系上的破裂，反倒转会使讲大家反目成仇，不足相残。台北曾经犯了一个众人拢知的罪，就是伊甲乌利亚的某产生无正当的关系。这个无正常的关系，互伊负上一项真大的代价。先知拿单对伊来讲，你既然藐视我，娶了黑人乌利亚的某做某，所以刀剑的确无离开你的家。咱每一摆读圣经的时阵，认为讲这是上帝所预定好的。既然上帝拢预定好的，那咱为什么爱负责任？事实上，上帝甲宣告无毋对，但咱留意台北本身的态度的时阵，咱会发觉伊的个性甲整个代志所采取的方法，咱会发现台北。伊毋是无责任。如果咱将台北看作是有责任的，咱才会当避免将圣经对真理的教导来看作硬硬的宗教教条，反倒转咱真实会当伫其中来反省。咱来看台北的成功，一个上好的解说是台北的。有这么大的成就，可能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伊。但是台北藐视耶和华的命令，伊将看作歹的事的时阵，
这件事是上帝所袂当容允的，所以上帝将伊耶和华的恩典甲提走。大卫虽然无犯着大罪被处死，但是必须要承受犯罪了后所爱承担的代价。先知拿但所讲的话，是一种真可怕的预言。这个预言逐一来应验。这个应验是大卫甲拔示巴所生的囝重病来死。圣经写讲，耶和华打击乌利亚的某，甲大卫所生的囝，互伊得到重病。第二个是个查某囝，互共爸过母的兄哥来强迫。圣经写讲，但暗论毋肯听伊的话，因为伊的力比较大，就侮辱伊，甲伊同困。过来就是暗论，互押沙龙设计来杀死。圣经写讲，押沙龙吩咐仆人讲，恁来注意，看暗论饮酒爽快的时阵，我对恁讲，甲杀暗论，恁就杀伊，毋免惊。这个拢是上帝所宣告的内容内底。但是咱要问的是讲，大卫甲押沙龙，因为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对于押沙龙来讲，大卫是一位无公平的老爸。大卫伫咧处理子女的问题的时阵，伊的表现非常失败。大卫是知影什么人强迫了他妈，甚至圣经甲恁讲，大卫为这大大受气。圣经写讲，大卫听见这个事了后，就真发大受气。但是伊什么动作拢无做，这是种瘟疫。一种错误、放任、无处理的态度，哪像华人宁可息事宁人、歹事无外扬的文化。这种的态度，有这个家族带来更加大的灾难。押沙龙心内苦毒，随着伊的老爸放任无处理，更加恶化，而且一步一步。行反叛的角色，圣经形容押沙龙是一个聪明、俊美、超有领袖魅力的人。圣经写讲，以色列全地之间，无人亲像押沙龙遐尼水，得人的学落，伊骹底到头壳顶拢无瑕疵。伊的头毛真重，到底年底加一块头毛，所加落来，照王的称甲称看，有重有240克力。押沙龙生了3个囝，一个查某囝，伊的查某囝名叫他玛，是一个容貌俊美的女子，而且非常的照顾伊的小妹，以伊的小妹的名来甲因查某囝好名。伊真聪明、俊美，而且有领袖的魅力，做代志计划周详。伊对计划要暗杀、暗论，以及如何反叛大卫这个代志顶悬，会当看出伊计划周详、城府正深，并且会当适当的时机才出手。虽然押沙龙真痛恨暗论，但是耐心。听候2年，详细策划一切，直到时机成熟，才将暗论甲杀掉。押沙龙杀死暗论了后，大卫听到暗论死了，第一个反应是放声大哭，非常的伤心，而且起煞一段圣经。圣经甲恁讲，大卫为伊的囝悲伤，才讲了后。王的正囝拢哭，放声大哭，王甲臣仆
也哭甲真悲伤。押沙龙逃到基述王阿米弗的囝达马遐去，大卫日日为伊的囝悲伤。大卫毋是第一届失去囝，这是伊的第二届。第一届伊甲拔示巴的囝死了后，迄个囝还未死的时阵，大卫伊就真认真祈靠、敬食、祈祷，希望上帝会当看伊可怜的份上，保留伊的细囝一条命。结果囡仔死了后，大卫随时停止祈靠。毋过这回无共款，对伊暗顿的死，大卫日日祈靠，真明显这样的伤心，无共伫第一届失去囝的迄种伤心。台语有俗语在咧讲死爸死囝心头酸，死母死囝挂心肠，形容家己失去囝是真大的伤心。因为咱做父母的人，总是对家己的子女有一寡期待、一寡希望甲梦想，所以囡仔死了后，意味着父母所期待、梦想，不管是好歹，通会幻灭。变成无限的笑脸。这样的死亡对父母来讲，是生命中上莫大承受的打击。更较悲惨的是讲，大卫失去囝的原因，竟然是骨肉相残。大卫不但失去了死去的暗伦，也失去活地的押沙龙。圣经甲恁讲，押沙龙杀了伊兄哥了后，伊就逃走。圣经写讲，押沙龙逃到基述王阿米弗的囝达马遐。押沙龙逃到基顺，伫遐住了3年。上时圣经甲恁讲暗伦死了后，大卫得了安慰，心内切切笑念押沙龙。这是一个真矛盾的情景。大卫笑念迄个杀死伊囝的囝，这代表不管这个囝做了毋着啥物代志，伊究竟是大卫的囡仔。毋过大卫真笑念押沙龙，押沙龙伊却是个杀人的凶手。大卫会当赦免伊嘛？大卫无回答这个问题，伊回避了伊这个问题。这个时，圣经描写一位精心设计的故事。大卫的外甥，也是大卫的元帅约押，伊知影大卫心中实在笑念约沙龙，转来就请一个高体矮的文人来甲大卫进行一段对话。文人甲大卫讲伊家己有2个囝，一工冤家，一个杀脚刣死，另外一个正做杀人凶手。其他的人真愤怒，抓迄个凶手，就讲要甲伊刣死报仇。这个文人真难过，甲大卫讲，已经失去一个囝，但佫将失去迄个杀人的囝。这个故事真巧妙，应对了大卫的经历。全咱大卫心内动了自心，讲我手抓任何人拢袂刣死你的囝。伊赦免迄位杀人的凶手，煞接文人真有技巧的问讲：为什么你会当赦免我的囝，却袂当赦免你家己的囝，互伊倒转来？文人讲：王为何定义要害上帝的子民呢？王无迄个逃亡的人倒转来。王这个话就是证明家己毋对，咱是拢会死的，那像水判咧地手，袂当收回。上帝并无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互逃亡的人避出必须要正做被赶出袂法度倒转来人。同款的律法对同款的错误人，应该同款的对待。如果别人的囝害死了人，你会当赦免伊，却无赦免
犯了同款的错误的亲生的囝，这就是你的目标。怎呢？大笔就被说服，同意予押沙龙倒台。经过3年的流亡，押沙龙获准倒台，但是大笔却拒绝见面。伊讲，伊倒转去家己的厝，毋通见我的面，这就是大笔的矛盾。伊听了为人的遐个话，想到家己确实少年囝，既然赦免别人的囝，就应该赦免家己的囝。毋过虽然是安尼想，伊的内心却也是选择无原谅押沙龙。大笔选择了关系的隔离。过去2年，押沙龙见到大笔，种听候被老爸接纳的态度，一堆期待、失望，转做愤怒，做受气。以色列国无大，大笔王国的面积，伊差不多甲台湾差不多平大。耶路撒冷伫当初时，也是一个几万人口的小城市。伫遐个小的城市，要得意无见着某人，实在无简单。大笔爱特别精心安排，才当避免见着面。大笔的态度，互押沙龙知影，伊的老爸灭着伊，拒绝伊，无阁想要见着伊的面。这点互押沙龙感觉非常的受气。伊所以设法托人去找约押安排，因为是约押想办法互伊倒转来。结果即届约押嘛故意撇无见面，押沙龙为着达到目的，就采取激烈的手段，就故意放火来烧约押的田地，迫使约押出面。照律法内底规定，如果你放火烧人的田，你都爱出面赔偿3倍。因此，约押就真受气，派人去找押沙龙，问伊讲为什么放火甲我烧田？伊对约押讲：我为何对技术转来，无有缘伫遐呢？即马都爱拥吻我，见我的王，我若有做，延平王杀死我吧。即句话充满了愤怒。你为什么互我转来？转来不见着老爸，你为什么互我转来？如果我有啥物做的话，就叫我的老爸杀我。一正约沙龙的态度是错误的，因为伊无认为伊的杀伊的兄哥有啥物唔对，但是伊定义要见伊的老爸，就是被杀嘛无要紧。由此可见，伊的个性真偏激。所以呢，大笔逼着无奈，最后也是见了押沙龙。在这个过程中间，虽然押沙龙有唔对，伊有缘渴望被老爸接纳，这种渴望被接纳认同的感觉，长期互大笔的拒绝，造成了押沙龙内心极度的愤怒，互伊发动政变，反叛伊老爸，追杀大笔。不幸，伊最后游玩失败，伊被押沙龙杀死。当押沙龙杀死了，当约押杀死了押沙龙了后，大笔是啥物反应？大笔捌亲口下命令讲，毋准杀死押沙龙。但是约押不管如何，还是将押沙龙杀死了。当大笔听到押沙龙被杀死了后，大笔就大声喊话讲：“我的囝，我的囝，并且拒绝来食饭。”约押便跳出来对大笔讲：“恁犹原这人为什么军队你？今仔日因将反贼甲杀死，你却为反贼哭成安尼，将来是啥物人要为你战争？”圣经真实的描述人物，约押参像真残忍。杀死了押沙龙，还误大笔口，但其实大笔伫这以前，早就已经失去押沙龙。对以上的故事，咱会当伫生活上有2点的运用。第一，
就是罪滋养罪带来关系的破裂。关于这段圣经，咱要讲是啥物？就是罪滋养罪，罪滋养罪就是带来关系的破裂。咱咧只强调押沙龙的死亡失败，是因为家己的罪，家己的野心，甲伊的选择，伊袂当将家己的责任撒落别人讲，我所以安尼，是因为暗论，是因为大别的毋对，是因害我。押沙龙的死亡真明显，是因为伊的罪。表面看，大别虽然稳准押沙龙转来。无去追究押沙龙所犯下的过错，但是伊的内心却无真正赦免伊。伊予押沙龙倒转来家己的城，互伊有一个安心之处。但是大别却冷淡刻意撇开伊。表面上来看，好亲像过去啊，大别无去生气，但是事实上，大别心中的苦毒并无消失。伊深深的记着讲，押沙龙杀死家己的一个囝，大别借当医治表面的无害，但是要真正甲押沙龙甲扔掉的，伊是无可能。就是安尼，因就是不足之亲，对于大别的冷淡，押沙龙当然感觉到，伊感觉伊互伊的老爸无情的拒绝。因此，大别的无原谅，甲内心的苦毒，互伊甲押沙龙的关系，我都重新建立。爸囝之情拢无存在。这个是大别的家务事，表面上甲咱无直接的关系。若是真实，甲恁讲一件可怕的事实，就是罪滋养罪。正如人类的历史一再过出。引起一个过错，罪甲罪之间，过犯甲过犯之间，互相连锁反应，回教徒甲基督徒的战争，甚至恐怖攻击，这就是罪。罪的结果造成了世间的苦难，咱拢深陷其中。第二点，就是罪的苦果造成了世界的苦难。真侪人咧看圣经的时阵，拢会认为讲大别甲拔示巴的同间是一生中犯着上大的错误之一，但上袂当原谅错误。但是事实上，大别一生中犯着上严重的错误是毋肯原谅家己的囝，伊嘛为此付出真大的代价。咱来看大别的过错，伊捌讲警察。来欺骗那边的祭司阿比米勒，讲家己是国王派来要爱食物，所以祭司就将祭祀用的饼拢互大别。这个错误害阿比米勒80几个祭司拢被害死。迄是伊伫山穷水尽之下所想出的办法，伊并毋是存心要害死祭司。伊为了活落去，伊曾经变节去投靠非利士人的王亚吉，并且挖靠高明的骗术，又走了非利士人甲犹太支派之间。这物就发生伫山穷水尽，大别甲拔示巴的同间，这是一时的激情，害死乌利亚，伊是要暗砍罪行的自然反应。这个事。拢是长期的计划，是伫一时之间情急之下，或是情势所逼所造成的错误。这个代志，上帝拢赦免伊的罪，但是只有一件事无共款，就是大别拒绝了押沙龙这件事。这一件长期的计划，并毋是一时的受气，是长期的决心，毋是1年2年。是3年加上2年，共5年的时间。大别下了非常坚决的决心去拒绝伊的囝，伊记负了5年。如果你是押沙龙，你有啥物反应？
你感觉这个老爸也不疼你，我想你袂。咱会当想象，因为这样的无原谅，长期的冷淡，押沙龙内心造成偌尔深远的影响。大别选择唔愿原谅押沙龙，伊袂将家己对上帝啊得来的丰盛恩典，甲家己的囝分享。一个句短期的旧作，互疼心渐渐异化。在这个当中，大别失去了人性，因为失去疼家己囝的能力，伊冷淡对待应该所疼的。这个大别一生中上大的罪。圣经中，耶稣捌讲一个比喻，讲有一个人，伊欠国王真侪钱，国王叫伊还钱，伊讲还袂出来，但将来一定爱还。全个国王发了怜悯的心，就放伊出去。伊出去了后，路上拄到一个熟识的人，这个人欠伊一点仔钱，伊却因为伊还袂出来，就将伊抓起来关到监牢中间。国王听到就真生气，就对伊讲：全个王主人叫伊来对伊讲，你这个恶奴才，你要求我就将你所欠的拢免了。你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嘛。同款的道理，大别犯了遐尼多的错误，上帝拢赦免伊的囝犯了错，伊却选择无原谅。这个时阵，大别犹原是以色列王，伊每一摆早起来，犹原伊祈祷，去到约会来敬拜上帝。但是大别的心其实已经甲上帝隔离了，因为伊互家己试探，活伫怨恨、苦毒、毋肯原谅的受苦中间。试想讲一个人无疼家己的囝，哪会当来敬拜疼咱的上帝？一个活伫家己苦毒罪中的人，哪会当拥有敬拜上帝的关系？耶稣爱咱敬拜的以前，需要先咱和兄弟和好，安尼献祭才会当无冤压。如果上帝如果大别连家己的囝拢袂当接纳原谅，那安尼如何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伊会当赦免迄个为人的细囝，却无度原谅家己的囝，这是毋是真矛盾？除非咱真实去接纳上帝的咱结论来讲，咱伫上帝的眼中是无完全的，是败坏的，是一个罪人。不过上帝就是用伊迄个无条件来疼咱，安尼咱才有可能因领受上帝的恩典，去疼遐个咱身边人，包括子女、父母、亲朋好友，安尼咱才有可能将内心的伤害转成甘甜的祝福，求上帝帮助咱，无伫罪中彼此伤害，乃是会当更较大的包容、恩典甲怜悯来分享个人。这是咱对大别身上所学到的功课，一个值得咱警觉的功课，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求你帮助阮，因为阮知影阮拢是罪人，阮是无完全的人，但是你却用迄个无条件的疼，完全接纳阮，这是因为阮比别人较好，比别人顺服，比别人信心，乃是你是一个疼的上帝，你接纳阮，所以阮要一只感谢你的疼，你的恩典。主，求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我已经历到这种疼，我的生命不是活在有条件的疼内底，是活在上帝你丰丰富富的疼内底。通叫阮有危险，如何去疼迄个无安全的人，疼迄个得罪阮、背叛的人。阮每一摆读到圣经的时阵，读到阮疼，因为上帝先疼阮的时阵，阮会当真深刻的体会到，你就是用这种无条的。疼来疼阮，
所以阮才会通真实学着如何去听别人。感谢主，让阮有即种的经历。求你互阮对大别的亲像，看到阮家己的软弱，求你来帮助阮。阮安尼祈祷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